功课吼，长老教会已经是比主祭搁较后壁，因为伊迄主祭吼，人因一个号令，咱若是看一个灾案，伊马上搁到位。搁来，阮常常伫病院吼，我一届伫中基的时阵，有拄好迄个娃娃车冰车，冰车了时阵，阮的急诊的医生甲我问讲，牧师，因迄佛光山吼，因个要来遮捐钱吼，会使回来无？我讲当然嘛爱回来。伊讲，毋过咱的教会人拢未到，因个先到诶。我讲无你要甲伊讲，请恁莫来，阮等教会人来啊啦。伊一来，每一个囡仔都分散一包足大包的红包，每一个就是5000块。较严重就10000块，另外遐即种的事，咱拢常常听见。但是咧，互咱有啥物种的提醒咱讲，咱正手做，就莫互倒手知。因为因就是足爱上电视的。但是咱搁定心来思考，真正一个关怀中心的是，咱以前即项工课是咱在做呢，但是今仔日已经是互社会团体已经取代啊。咱呢，敢无需要？但是伫即边的八八水灾，咱看见教会甲社会已经将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是资源、财力，已经组织做伙，咱有做足好的、足水的工。但是咱嘛知影，特别有人主祭已经去迄个慈爱的教会吼，咱毋免灰心，咱嘛毋免失志，咱做对的代志的时阵。咱才会当互即种的疼永续经营。搁第4项，教会爱诚做啥？教育的中心。咱有敬拜，有团契，有疼，咱一定爱教育。所以今仔日我看见咱的周报，咱的教会毋是干那注重儿童的教育，咱搁特别咱有成人的主日学，因为每一个人，咱一生拢爱不断来学习，但是有真济，咱拢干那注重囡仔主日学而已啦。那像主日学学到师范班了，他就是教会的这种的生活已经再见了。另外遐济，咱的信仰、伦理、对圣经的认捌，迄一世人爱不断爱追求。咱干那靠礼拜日1点钟的栽培，敢有够？大不了就是搁一礼拜，咱有一个团契的生活，嘛搁1点钟。咱的信仰要安怎会当增长？咱需要真有好好的规划。伫咱的成人的主日学，咱注重生活教育、伦理教育，重视专人家庭教育、圣经、生育、教育、信仰会当生活化、生活信用化。所以伫16到17世纪，有真侪世界的伟人拢对倒来，拢对教会来，因为教会就是在栽培对的人，有信仰的人，而且伊的迄个价值观是照着上帝，因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始，智慧的根本嘛。所以咱要安怎，和咱的教会来训练真侪优秀的人才，进入到伫社会的经营。过来第5项，教会爱诚做一个训练的中心，因为咱是一群蒙恩蒙调的兄弟姊妹三角组织，所以伫遮咱要训练啥？因为有可能留兄弟，你会晓唱歌，哇！咱逐个人徛起来，歌声拢足好诶。咱大学生去到伫团契的时阵，到伫社团嘛足够做，结果才知影讲，原来咱为细汉、为主日学、为青少年，咱着装备咱的细囝，互因会当伫咱的团契的生活装备真济。另兄弟，有可能即时阵讲要叫我弹，内底拢无琴手的时候，有需要要唱歌的时候，我有可能我就会跳来弹。因为我自细汉的时候，我足欣赏迄竖琴的。但是想袂到我6年的手好蛇夹着了，我就
人讲诶，上重要迄中载嘛，我讲安尼我著莫弹琴，我弹莫弹钢琴，我弹风琴。啊，想袂到，阮妈妈伫做祝福传道，我就到伫一间细间的教会，伫埔里的大平顶教会。啊，我逐礼拜都拢爱竖琴，我著强迫学习为 C 大调、G 大调、F 大调，就开始逐首开始安尼练呢。所以信息可能摕起来拢会当弹呢。我足感谢呢，这就是教会甲我栽培。咱有真济，咱的谱摕起来，咱就要唱歌，咱的圣歌队安怎栽培咱？咱有真济的兄弟姊妹，你的口才，这拢啥？拢是教会甲咱训练出来。所以伫教会训练的时阵，咱的文字材料被发掘出来，嘛是被肯定，互欣赏。我阁有一个，我还要弹手风琴，迄嘛是，阮要爱报佳音，就是报佳音，阮拢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。迄时阵的吉他毋是，阮就讲吉他的细件，若是过去买手风琴，我就为着要去弹，我就去买，我就去学，我会晓弹。了后我去平湖一个月报道，我就家己买一台手风琴。但是到尾你知影，我来到马街吼，我有一遍，人就讲牧师你会弹哦，那明天早上就你临时我互叫起来弹。弹了我家己吼，因为足久无练，嘛无弹，我就弹，我感觉我弹了无好。若亲像我家己就为迄边讲人才足济啊，敢有搁差到我一个？我怎啊安尼差不多要9年久，我毋捌搁弹我的手风琴。结果有一摆，我去一间教会讲道，有一个长老甲我讲：“潘牧师，我捌你。”我讲：“你哪会捌我？你捌去平湖，你阁会晓弹手风琴？”伊讲：“你是毋是后纸来先吼炸手风琴来吼？”我讲：“我手风琴已经冰伫阮兜啊，伫台中啊，我袂摕啦。”连兄弟，我要甲你分享这啥？咱人常常吼，你被肯定，有人甲你欣赏的时吼，咱迄个材料会愈发掘。有的人就感觉讲有理嘛好，无理的时咱会讲，迄咱就怎样甲藏起来。我想讲，我应当伫病院传福音，迄手风琴是上好的。我一生买2台手风琴，头一台是要去报道，搁一台是我结婚去德国，我为德国派一台转来。但是即台我甲冰起来，我感觉讲，我应当有一天吼，我爱去台中开车了，爱甲迄台手风琴爱搁摸来。我忙，但是爱去，你嘛爱去突破你内心吼，一定有你的伤，所以你想要去甲封掉。另一下这，上帝好你的文字材料，你有因为什么因素去甲伊关起来？我相信咱一定有的。但是今仔日要用咱的是，咱会当透过即个训练，互咱每一个人拢针对上帝。佮第6个，咱爱真做一个服务的中心。服务的中心，因为即个时代有足侪的问题，咱需要拍开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会当真做侪人愿意入来，装备伫遮会当互需要的人来到伫遮来找到答案，来认识耶稣。第7个中心就是宣教的中心，所以教会的大使命就是恁爱往普天的去传福音，对耶路撒冷到犹大到伫地极。所以，咱的教会已经是出去啊，已经出去啊。咱为社区、为校园、为医疗，对落去。所以，教会是一个全方位、全面性、事工的整合。所以，今仔日咱透过敬拜，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；透过团契，和咱彼此关心；透过咱的关心别人，互人会比替人较有福气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咱伫教会，佮不断受装备、受教育、受训练，咱会当真做愿意分出去。所以，咱会当服务别人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服务。所以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谦卑，做生命的起造者，互咱的属灵教会伫遮虽然目前。林牧师离开了后，咱暂时也无传到遮，
但是，一间教会的复兴，毋是干那靠传教者，嘛毋是干那靠咱的中级。教会的复兴是需要透过咱列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手牵手，心连心。咱要安怎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当伫台湾即个已经受创伤即个社会，就是需要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间教会牵手起来，来高举咱的十字架和真侪福音的顶台，为主发光的所在。愿上帝施恩祝福，和咱今仔日伫教会甲社会的纪念主日，和咱会当共同来关心，和咱伫代祷的中间，常常为着这的事工来代祷。咱有奉献咱的金钱。你的钱伫倒落，你的心就伫倒落。愿上帝施恩祝福，也祝福咱的教会。咱下头的祈祷，天父感谢你，你听树林教会和即间的教会会当伫遮来高举你的十字架，看见教会侪的事工的进展，实在是上帝你讲好果尽忠的关键。愿毋是掠安尼就满足。愿要去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程，愿上帝你照着你美好的旨意，陪伴你尽忠的工人，来伫遮来继续来牧养的工作。愿主你继续伫树林教会无传教者的中间，和中级兄弟姊妹同心伫遮的事工。愿也将教会伫暑假有真无闲，无论伫做宣教的事工，做学贵的儿童的教育，愿上帝你让加添稳定甲祝福。愿献上阮的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